好啦，咁頭先講到話咧，目標係要減7%體重，同埋有150分鐘嘅運動。咁150分鐘運動咧，頭先大概咧就好簡略咁樣咧講咗一次，希望可以點樣做到做啲咩運動啦。咁跟住落嚟咧，減嗰7%嘅體重咧，好重要嘅一 part 咧就係飲食啦。大家要減重咧，首先係要真係減自己吸收嘅卡路里先嘅，係啦。運動咧係喺一開始嘅時候係作為一個輔助，並且咧愛嚟令到個體重唔反彈嘅方法嚟嘅。咁飲食其實好似聽好多啦，係啊，已經食得好清噶啦，我已經食得好少噶啦，唔食飯噶啦。咁其實係咪就係啱咧？其實係咪就係食得夠少咧？咁我哋嚟呢度咧嚟，大家我哋討論一下咯。食飲食係咪真係可以延遲糖尿病嘅發生咧？確實係嘅，因為咧能夠改變到自己嘅飲食習慣或者控制到體重咧，可以令到身體對胰島素嗰個反應咧係好啲嘅。並且如果大家留意自己食啲乜嘢，唔好食一啲升糖值太高嘅嘢食，令到身體嘅血糖咧好高嘅，咁樣不斷上下咁樣反彈咧，其實身體嘅平均血糖值咧就會維持一個比較穩定嘅水平啦。咁當然佢可以減低減輕你嘅體重啦，好好咁樣食嘢，並且減低胰臟嘅損害啊，即係胰臟能夠用得耐啲啊，即係唔會咁快因為年紀嘅增加而生產嘅胰島素咧會越嚟越少，即係佢減緩嗰個損害。咁有啲咩 tricks 咧？最重要嘅 tips 咧就係首先呢五個都好緊要噶啦。第一個就係用食全穀類嘅嘢，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唔好食啊，但係確實個健康嘅好處咧就真係太遠啦，真係太好啦，係啦，即係譬如麥包代替麵包啦，用糙米、藜麥啊加落白米飯嗰度，令到佢增加多啲全穀類嘅嘢，因為佢會多好多纖維。咁另外咧，希望食餐盤上面嘅份量咧，一半都係生果蔬菜，係啦，一半至少。並且你剩翻嗰半咧，你係要蛋白質同埋carbohydrate，即係碳水化合物嘛。咁碳水化合物就盡量選擇全穀類噶啦。蛋白質咧就優先選擇咧一啲植物性嘅蛋白質。譬如一啲 nuts 啦、堅果啦、種子啦、seeds 啦，即係譬如豆啦，呢啲咧作為蛋白質嘅來源，而少用，尤其是係紅肉同埋加工肉類咧，係特別差嘅。咁要記得飲水啦，但係飲水咧就盡量飲一啲唔好含糖嘅嘢飲，可以係無糖茶或者飲水啊咁樣，係啦。頭先講到有啲乜嘢可以預防糖尿嘅嘢食咧，就係全穀類。曾經有一啲研究咧，有一個研究表明啦，每一日攝取50克嘅全穀類嘅碳水化合物，可以減低糖尿病嘅風險1/4嘅。咁大家會講50克究竟大概幾多啦？咁另外水果蔬菜咧，可以有一啲抗氧化劑啦，同埋佢自己特別咧有一啲嘅化合物咧，令到可以支持一個健康嘅新陳代謝嘅。咁而好似頭先咁講，堅果同埋豆類咧，都係可以改善胰島素嘅身體對胰島素嘅反應，降低咧糖化血色素嘅水平嘅。咁記住咯，就係呢3樣：全穀類、水果蔬菜、堅果豆類、植物性嘅蛋白。頭先所講就係話點樣每日50克，你就可以咧減低咗1/4嘅糖尿病嘅風險啦。譬如呢度係多過1/6杯嘅，係1/6杯嘅乾草米啦，即係加落啲飯度一齊煮啦。而每日一塊嘅全麥麵包已經係有30克噶啦，咁即係其實食2塊已經有60克，已經達到咗一日至少50克嘅嗰個目標嘅。藜麥啦，1/6杯嘅藜麥又可以加落飯嗰度煮啦，或者1/3杯嘅燕麥片、植物皮，朝早食30克，1/3杯，其實已經係可以達到咗全日嗰個全穀類植物嘅要求啊。係啦，佢哋有好比較，因為佢個嗰個碳水化合物咧會係成粒加埋佢個皮啊，
牙咁樣，佢嘅嗰個比較個營養價值咧係比較混合一啲同埋豐富一啲嘅。同埋咧，因為佢消化得比較慢咧，佢唔會一食落去消化咗，你個血糖就突然間嘣一聲向上升高啊。因為如果糖尿即係糖尿前期啊，或者糖尿病嗰啲人咧，身體對胰島素嘅反應或者身體分泌胰島素嘅份量咧唔夠咧，你一次過俾好多糖佢咧，佢控制唔到㗎，佢做唔到咁快幫你吸收啲糖翻嚟嘅，咁所以慢慢吸收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頭先所講有3樣啊嘛，一個就係全麥嘅碳水化合物，第二個就係水果同蔬菜。而水果蔬菜有邊幾種係亦都係特別好嘅咧，特別豐富纖維嘅咧，好豐富嘅纖維咧，其實係可以減低壞膽固醇嘅 level， 增加好嘅膽固醇嘅 level 嘅。咁包括叫做raspberry 啦、覆盆莓仔呢啲啊、梨啦，呢啲都係特別高纖維嘅水果蔬菜。蔬菜有西蘭花啦、蘋果啦，呢幾種咧都係特別高纖維嘅水果蔬菜嚟嘅，大家可以選擇食多啲。咁當然每日盡量都會食唔同嘅水果蔬菜，吸收唔同嘅營養。不過呢幾樣咧可以盡量食多啲都得。咁第3樣頭先講嘅咧就係堅果同豆類啦。堅果同豆類有好多種啦，其實基本上都係健康嘅。而有邊幾樣特別可以考慮食多啲咧？就係杏仁啦。當然杏仁上面唔係話加咗好多牛油啊、好多鹽咁樣啦，你加少少都可以嘅，不過盡量就係唔加啦。係啦，杏仁啦係健康嘅，合桃啦佢有好多嘅omega 3嘅不飽和脂肪酸啦，扁豆啦、鷹嘴豆啦，呢啲全部都係一啲較為健康、好多不飽和脂肪酸嘅堅果類嚟嘅。咁食咗，因為其實佢卡路里唔低，你又可以飽肚，但係亦都有營養嘅。咁呢啲咧，記得真係可以嘅話咧，就盡量唔好食啦。因為咧，其實佢哋咧除咗增加糖尿病之外咧，亦都會增加癌症嘅風險嘅。最差嗰樣咧就係加工肉品。加工肉品咧，其實咧每食50克，今次唔係減低啦，係增加咗37% 嘅風險去患上糖尿病嘅。而其實加工肉類咧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咧列為第一類嘅致癌物質，同吸煙啦、飲酒啦、石棉啊、輻射等等咧，其實係同一類嘢嚟㗎。大家可能報章上面啊、電視成日都話我發現有致癌物質啦，好緊要啊，好擔心啊咁。其實咧，超級市場咧有一個架咧，全個架都係致癌物質嚟嘅，就係呢啲加工食物啦。亦都好係一個好 common 香港人嘅早餐，就係要餐肉啊、腸仔啊、定煙肉、火腿咧咁樣。呢幾樣全部都係致癌物質，可以嘅話就唔好食啦，轉咗做麥皮啦，係啦。咁第2樣差咧就係紅肉。紅肉即係乜嘢咧？其實所有哺乳類動物嘅肉咧都係一種紅肉嚟嘅。咁喺香港會見到嘅豬牛羊啦，可能喺第2啲國家會見到馬肉啊、兔仔肉，呢啲全部都係紅肉嚟嘅。咁佢冇加工肉類咁差，咁佢每食100克咧就可以增加17% 風險。而紅肉咧係世界衛生組織被界定為咧第2類嘅致癌物質，即係冇第1類咁差，但係都係好高可能性，即係係好可能咧係真係致癌嘅咁樣。第1類咧係確定係致癌噶啦，第2類咧就高可能性。咁增加糖尿病風險嘅食物咧，就好似頭先咁樣講啦，因為咧身體個胰島素嘅反應已經唔好嘅話咧，你一次過俾太多糖佢咧，身體處理唔到啊。咁所以咧你盡量揾一啲低升糖值嘅嘢，令到佢咧唔好一次過個血糖咧增加得咁快。咁有啲咩叫高升糖值嘅嘢咧？就係即係得特別糖、特別甜嘅嘢啦。因為係啦，特別甜嘅嘢啦，同埋一啲白麵包啊、白米啊、糕點啊，因為佢裡面有好多糖啦、牛油、糖啦，主要係啦甜嘅嘢。咁唔好食太多，因為驚佢嘣一聲咧，將個血糖咧升得太快，身體控制唔到。好啦，頭先講咗頭先講得有啲乜嘢咧係比較健康，而家咧係講一啲乜嘢嘅飲食模式，因為而家咧好中意講話keto diet 喎，即係
糖咩嗰啲叫咩啊？糖 keto diet 啦，即係淨係食肉唔食澱粉質嘅。咁其實真係有效嘅飲食模式咧係有3種嘅，最出名嗰2種就係地中海式飲食同埋德舒嘅飲食 DASH diet 啦。咁同埋咧以植物為中心，即係 plant-based 嘅 diet。呢3樣嘅 diet 咧都係研究顯示咧係對於身體健康同埋糖尿、新陳代謝病呢啲咧係有幫助嘅。咁地中海式飲食其實有啲咩特別咧？就係第一，佢本身就已經係 plant-based 噶啦，佢主要都係食植物嘅豆啦、堅果啦、種子啦、蔬菜啦、水果啦，係大量嘅食好多豆嘅，係啦。咁而佢哋嘅脂肪咧係用好多咧 extra virgin 嘅 olive oil 最初榨嘅橄欖油，佢哋係主要嘅脂肪來源就係最初榨嘅橄欖油。咁而佢哋食嘅蛋白咧，你知地中海附近嘅飲食啦，佢地中海附近好多魚，即係喺地中海隔離啊嘛。咁佢哋食好多魚嘅，咁亦都適當咁樣攝取一啲奶類啊或者 yogurt 啊咁樣啦，即係好多海鮮啊咁，即係健康嘅海鮮啦要。咁佢其實就係因為好有益心臟健康咧，而特別出名嘅。咁呢個就係地中海式嘅飲食啦。咁咩魚係特別有一啲不飽和脂肪酸嘅咧？其實就係呢3類會比較常見比較多嘅。第一個就係三文魚啦，係啦，所以食多啲唔緊要，即係蛋白質嗰度盡量用呢啲魚或者白肉、雞肉、家禽嗰啲嚟代替咗紅肉同埋啲醃醃食品。蒸魚啦、沙甸魚啦，亦都係 omega 3啊，不飽和脂肪酸咧係好有高含量嘅，可以增加好嘅膽固醇嘅肉類嚟嘅。好啦，油啦，喺地中海式飲食裏面，佢哋用好多初榨橄欖油啦 ，extra virgin 嘅 olive oil 啦。咁而有啲咩其他油，亦都係一個好可以考慮嘅咧，就係包括牛油果油。第3種咧就係叫高油酸嘅芥花籽油。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呢個高油酸芥花籽油，但係原來我上網揾咧，除咗一啲即係有機飲食嘅鋪頭啊，或者健康飲食嘅鋪頭有之外咧，其實咧司球麥都有出嘅喎。司球麥都有出呢隻高油酸芥花籽油，我見到咧100幾蚊已經有3大樽噶啦。咁其實咧就真係可以好考慮咧，用呢幾種油咧代替咗平時嘅食油，係啦。咁當然唔係淨係話呢3種油係健康啦，不過呢3種油係其中3種健康之選嚟嘅。好啦，DASH 飲食法又係啲乜嘢咧？德舒飲食法其實原本咧係愛嚟針對一啲有高血壓嘅人嘅飲食方法嚟嘅，但係其實咧亦都可以咧預防到糖尿病、膽固醇呢啲問題嘅。後尾發現，咁德舒飲食比較重要嘅一環咧，就係唔好食咁多鹽啊，因為鹽對血壓嚟講咧係好有緊密嘅關係嘅。咁等陣咧會話俾你聽，一個普通人咧一日唔好食超過2300毫克嘅鹽。等陣會話俾你聽，2300毫克其實係幾多咧？咁樣，如果有心臟血管風險嘅人咧，即係譬如糖尿病人啦，或者已經有心臟病嘅人啦，要再食少啲，就1500毫升。咁另外咧，佢要食啲有營養嘅嘢。咩叫有營養咧？就係有好高鉀嘅啦，高鈣同埋高鎂嘅食物。咁其實亦都係 plant-based 啦，水果、蔬菜、全穀物呢啲都係一啲好有營養嘅食物。咁肉類蛋白質方面咧，嗱其實咧講嚟講去都係嗰3樣嘢嘅咋。plant-based 植物蔬菜蛋白質要用一啲好嘅蛋白質來源。第3種脂肪要用一啲好嘅脂肪來源。好嘅蛋白質來源包括係瘦肉啦。瘦肉即係唔好肥肉啦，係啦。瘦肉之餘，仲要係白肉，唔好紅肉啦。盡量譬如一啲有好嘅油嘅魚啦，嚟做一個蛋白質來源。咁有足夠嘅蛋白質來源咧，就可以有足夠嘅飽肚感，同埋佢哋升糖值係唔會咁快啦。健康嘅脂肪咧，包括係啦，喺啲魚嗰度嚟啦，喺一啲好嘅油嗰度嚟啦，喺一啲堅果嗰度嚟啦，係啦，呢啲都係一啲好嘅油嘅 sources 啦。頭先講到一個正常人咧，每日咧最好唔好食超過2300毫克嘅鈉。
其實2300毫克嘅鈉咧，即係1茶羹一日唔好食超過呢個份量嘅鈉。咁呢個數字對有啲乜嘢緊要咧？其實就係當你睇嗰個你每買一樣嘢裡面嗰個食品標籤嘅時候咧，你可以計數嘅。佢而家強制咧，每一樣食品有啲冇嘅，但大部分咧都必定要有一個鈉嘅含量嘅嗰個喺嗰個能量標籤嗰個食品嘅食物標籤下面最後面嗰行咧，有寫俾話俾你聽，每100克有幾多毫克嘅鈉嘅 sodium 嘅。咁你睇哇成包已經有1000，已經多過我一日要去食嘅鈉啦，咁你就唔好買啦。咁如果高風險嘅患者，譬如糖尿病或者有膽固醇或者已經有心臟病、中風腎有問題嘅人咧，就要再減少啲，大概2/3嘅茶羹即係平時飲奶茶嗰啲羹，唔係大嗰啲嘅鹽，每一日係啦，唔好食超過呢個份量。咁頭先講到特殊飲食要低鹽啦。第二個就係高營養，包括高鉀啦、鈣同鎂嘅。咁有啲乜食物係高鉀嘅咧？嗱，首先要講講高鉀嘅食物咧，係適合一般健康嘅人士，即係或者係高風險有糖尿病嘅人士。但係咧，喺有腎病嘅患者咧，就唔好食咁多啦，因為腎病嘅患者咧，佢哋排鉀嘅能力會差啲嘅。咁腎病患者要洗腎嗰啲，尤其是唔好食咁多啦。但係平常我哋嘅腎冇問題咧，係可以食多啲嘅，包括香蕉啦。通常話半隻香蕉就等於1份水果，咁每日至少要食2份水果，咁即係至少要食1隻香蕉。咁番薯啦，亦都係一個好高鉀嘅食物啦，而且佢嘅升糖值係唔係太高嘅。牛油果啦，亦都係個高鉀嘅食物，但係牛油果咧，其實佢裡面係雖然係一啲好嘅油，但係多嘅，所以都唔能夠食太多啊，因為佢都係會肥嘅，食得多。雖然佢係健康。咁第二個就係高鈣嘅食物啦，包括咗乳酪啦。但係要原味喎，係啦，即係其他加咗糖啊、味道啊嗰啲可能就冇咁好啦。咁菠菜咧都高鉀嘅嘢食啦。強化植物奶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嗰啲加咗鈣嘅植物奶啊，而家好興嗰啲 oat milk 啦、oat milk 杏仁奶啊等等咧，裡面有時咧會 extra 加咗一啲嘅鈣喺裡面，亦都係一啲好好嘅預製品或者好健康嘅飲食嘅方法嚟嘅。咁第三個就係高鎂啦 ，magnesium 啦。咁係啦，亦都有助咧預防呢個第2型糖尿病嘅食物啦，包括頭先杏仁已經出現過第2次啦。頭先講過話啲健康嘅堅果，其中一種係杏仁啦。牛油果亦都係好豐富鉀同鎂㗎啦，亦都有一啲好脂肪嘅來源啦。但係就唔好食太多，因為佢係肥嘅，因為佢係好多脂肪嘅，係肥嘅。咁黑朱古力係啦，係要濃度要比較高嘅，70至85%嘅，亦都係有高鎂嘅作用，高鎂嘅成分嘅朱古力嚟嘅食物嚟嘅。咁最尾啦就係知道要食啲咩咯。頭先講咗就係揀啲乜嘢食，呢個好重要，唔好揀一啲垃圾食物，揀一啲有營養嘅食物，係啦，揀食啲咩好重要。第二個就係食幾多啦。咁呢度我快講啦，因為時間都即係過咗啦。咁點解亦都快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呢啲嘢咧，應該由幼稚園開始教起咧，教到大人都仲係講緊呢啲嘢，證明呢樣嘢咧係真係好緊要嘅。仍然就係講緊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好多人話：哎呀，我已經唔食飯㗎啦，你點解仲有糖尿病咧？咁其實咧就唔係話完全唔食飯啊。穀物類咧仍然係應該喺所有嘢裡面吸收得最多，食3至8碗嘅。其實就唔好去到8碗咁多啦，可能4至5碗咁樣啦。唔係唔食穀物類，而係食一啲好嘅穀物類，包括全麥麵包、糙米飯加咗藜麥嘅飯呢啲。唔食白米飯係唔係淨係食白米飯係好嘅，係啦，但係唔代表唔食飯咯，係啦。穀物類仍然係應該食得最多喺個金字塔個底嗰度嘅。咁蔬菜水果咧，以前有啲廣告就話每日記得2+3啦，呢個係最少嘅份量，每日最少2份水果、3份蔬菜嘅，最少2+3。咁魚肉咧，肉類即係蛋白質代替品咧，大概5至8兩啦。另外要飲奶啦，大概1至2杯啦，或者奶類嘅代替品，芝士啊、乳酪等等啦。油鹽糖咧就盡量食得最少。有一啲 authority 咧就話油鹽糖吸收嘅卡路里咧，男性最多每日可以吸收200克，
200個大卡路里啊，200個大卡路里嘅脂肪。由脂肪女性咧由脂肪吸收嘅卡路里每日唔可以超過100個卡路里。係啦，你睇飲營養標籤嗰度咧，其實亦都會俾到一啲嘅資訊你嘅。咁每日要飲6至8杯嘅水啦，包括湯啊、水啊、茶啊咁樣啦。咁頭先話一日要3至8碗穀物，就即可以唔好去到8碗咁多啦，可能4至5碗咁樣啦。女仔食少啲啦，男仔食多啲，因為男仔咧一日大概需要1800大卡嘅卡路里啦，女性就大概需要1500大卡嘅卡路里。咁所以女性食穀物係食少啲啦，可能係4碗，男性食5碗咁樣啦。大概啦，因為如果真係要知道自己要食幾多卡路里，係真係要計有啲方程式咁樣嘅。包括你嘅運動量啊，唔同啊，而有唔同嘅。咁一碗就等於大概250至300毫升，叫做一碗啦，即係平時嗰啲碗仔啦。唔係再咁高㗎，平碗啊。一碗米飯，一碗米粉或者2片麵包就等於一碗啦，即係1份啦，係啦。咁每日可以食3至8份嘅蔬菜，每一份煮熟蔬菜就係1份為之半碗，未煮熟嘅咧1份為之1碗。咁一碗又係細細啲嗰啲碗仔啦，300毫升嗰啲碗仔啦。譬如我呢個杯咧，呢度已經有470毫升噶啦，咁即係話大概一半咯，一半咁多，係啦。一份其實都唔多嘅，煮熟其實真係唔多嘅，半碗係其實真係唔多，係盡量希望食到3份或以上，係啦，3份或以上，即係3份以上嘅沙律菜，或者係3碗以上沙律菜，或者1.5碗煮熟蔬菜啦。一份水果就等於一份水果等於1個拳頭咁大嘅水果，咁一日至少要2個啦。如果細嘅水果咧，就係2個為之1份。切片水果呢度半碗啦，呢度多咗噶啦，已經半碗為之1份啦。每日食最多食2份，你可以撈埋嘅，即係譬如2個奇異果加個蘋果，半碗切片水果加2個奇異果咁樣都得嘅。咁大型水果譬如一個嗰啲麒麟果啊，一個西柚啊，咁嗰啲屬於大型咧，就1個咧就代表2份噶啦，即係食1個就夠啦。香蕉啊，成條蕉就已經2份噶啦。肉類頭先講過話，每日5至8兩肉，咁1兩係幾多咧？就大概40克。就好似有1兩咧，就大概一隻打嘅麻雀，打嗰啲麻雀咁大嘅肉就代表1兩，即係大概4至5片嘅熟肉啦，一隻雞蛋啦，每日係啦，或者1/4磚嘅硬豆腐，咁每日5至8兩嘅，即係5至8嘅混合嘅呢啲蛋白質啦。盡量就都係唔好太多啦，即係可能5兩、6兩咁樣啦，係啦，因為大家都係傾向咧食得多得滯嘅。因為如果其實大家維持呢個食物金字塔嗰個份量咧，其實本身咧好可能係已經減到肥㗎。因為平時我哋出街食飯咧，嗰啲份量實在太多啦。佢嗰一碟炒飯嘅飯量其實係即係差唔多係三份至到5份咁樣噶啦。牛奶每日要1至2份啦，包括譬如240毫升，即係呢一杯嘅一半啦，係啦，一半，代表1份，咁每日大概1至2份啦。低脂嘅芝士2片啦，原味乳酪，即係低脂乳酪少糖嘅就150克。咁堅持講低脂嘅意思係因為咧油同鹽咧希望可以食最少，咁所以揀低脂會好啲，咁樣係啦。